重慶最初為咗喺抗日戰爭躲避轟炸，所以興建咗超過1600個防空洞。而家好多防空洞都已經改建成為唔同嘅功用，成為重慶嘅景點之一啦。重慶建川博物館聚落，一共有8個場館，涵蓋非常之廣，兵器發展史博物館、抗戰文物博物館到記錄幾代人日常生活記憶嘅票證生活博物館都有。最大特色係絕大部分都係興建喺防空洞之中，喺呢一個環境下參觀同戰爭有關嘅主題，感覺絕對係唔一樣㗎。背篓賽市亦都係重慶防空洞嘅改建象徵之一。呢一個賽市就藏喺520米長嘅防空洞之中。每逢趕場日，嚟自兩江新區石船鎮嘅菜農就會背住背篓嚟呢一度叫賣，兩邊都會有唔同嘅小販喺度擺攤，係了解重慶市井日常嘅好地方。除此之外，防空洞仲有改建為火鍋店、書屋等等嘅特色店鋪。想知更多就要睇我哋今年嘅新書《成都重慶耍起》啦。